大家好，澳門市12月15號下晝5點幾，一名30幾歲不姓內地男子誘騙一名女換錢黨到某酒店房換錢，女換錢黨入房隨即俾人以紮帶綁手腳同埋膠紙蒙眼封嘴，再以浴袍帶綁喺凳度。嫌疑人搶走事主帶嚟嘅10萬港元現金、4個10萬港元籌碼同埋手提電話逃離房間。約1小時後，事主自行脫困，衝到大堂求助。治安警接報了解之後，通知司警跟進。拘留犯突然之間用佢手箍住被害人嘅頸部，並將佢按喺床上邊。被害人呢，當時手持嘅手提電話亦都係跌咗落地上嘅。咁而當時拘留犯亦都係不斷咁揚言同埋威嚇被害人唔好反抗，以及叫佢咧即刻交出身上邊嘅現金，否則咧係會傷害被害人嘅。當時被害人呢，就唔敢作出任何嘅反抗。司警當晚喺另一娛樂場截獲不姓男子，起回3萬港元籌碼，有人報稱輸咗其中10萬港元，其餘則轉到自己嘅內地賬戶。案件涉搶劫移送法辦。另外，女事主為外僱身份涉經營為賭博嘅不法匯兌，另立案調查。